咱即马共款来介绍，甲手的动作有关系的一寡台语字吼。咱首先要介绍的这字叫做钉是将钉子或其他针状物以工具敲打入某物当中吼。譬如讲，甲这幅图钉伫这面壁就是把这幅图钉在这面墙上啊，搁过来这字叫做杯，拉出拉开的意思。咱譬如讲，把插头背起来就是把插座把它起来的意思而下面这里要介绍叫做抽，就是从多数中取出一部分。咱比如讲抽签知影抽签嘛然后另外一个意思是鞭打。咱譬如讲无抽袂咬，无抽袂咬就是不打的话是不会动的叫做抽好，搁过来这里叫做顿捶打的意思。咱譬如讲顿心肝这真正是真硬啦，来顿心肝就是捶胸的意思好，另外一个意思是用力捶桌子椅子，表示强烈的抗议或者是反对的意思。咱譬如讲，你搁安怎不满嘛，毋免走对我遮来瞪一瞪的就是你再怎么不满，也不用跑到我自己来拍桌椅的抗议啦搁过来这里叫做斩这砍剁的意思，用刀子大力剁东西。咱譬如讲斩鸡肉就是剁鸡肉。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斩头，就是砍头的意思斩头是砍头的意思嘛，对不对？感谢各位。